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嘉琪姐咧同大家分享下養髮依家點解咁火爆，就係因為佢可以清走身體入邊嘅4類垃圾。簡單講下，第一，脂類嘅垃圾，身體有脂咧係向上揚嘅，塞住個頭皮毛孔，搞到頭髮咧易出油，髮量變少。定期養髮就可以清走佢。第二咧，汗濕嘅垃圾。個頭咧好容易受汗濕入侵嘅，咁養髮咧可以打通頭部嘅循環，將汗濕排出去。第三咧，化學同重金屬嘅垃圾，染頭髮嘅化學物質咧會黐喺頭皮，養髮咧能夠排走呢啲嘅塵流，減輕頭皮嘅負擔。第四咧，情緒嘅垃圾，做完養髮咧瞓覺會好啲。情緒都會變舒暢，壓力自然就會疏解咗，所以定期養髮咧就可以幫到身體清走呢啲4類嘅負擔啦。如果你哋想了解多啲關於養髮嘅問題咧，請大家關注香港夢回養髮嘉琪姐啦，記得點讚關注哦。